无相像的装他，张月辉。看伊念伊，捌几字。我毋捌心甜即个人，毋过种查某囝去读册了后，就不时咧闹伊的代志。譬如讲，伊逐工透早就起来读册，下晡会去健身做重训，甲因朋友骑机车去环岛旅行。很甜即个教人无共的囡仔，13岁得着恶性骨肉癌，对迄天开始去病院，敢若行走骹咧，3更暝半，若雄雄发烧，爱为台南包车去台北荣总挂急诊。电光片检查，若有白点、乌影，就袂食袂啉，困袂落眠。前后食过13摆的刀仔尾，落尾手甲倒骹锯掉，才甲命捡转来。为着保命，甲倒骹锯掉，是真孤不忠的决定。毋过，伫甲病痛医治车病的时阵，拄好甲冥气、甲撒旦牵绳出来，互伊会当甲拍交落去的，准做是天公伯啊，互伊的一种无相像的装他。虽讲有亏欠，毋过甲假骹穿起哩，原来互伊行踏走撞的时阵，加真自在。外加真适拍，嘛得到总统教育奖的肯定。伊会用家己亲身的体验，四界去好好做志工，鼓吹更加侪人甲病痛相战。伊袂雕工穿长裤，也是长裙，甲倒骹合起来。虽讲行路无法度像英国遐美丽，毋过骹步是愈来愈定着。就算拄着困难，翻译嘛会用乐痛的心情来对应，甲灾厄当作另外一款化妆的祝福。头一摆看到欣甜，是伫清华大学的校园，伊对远远的所在行入来宿舍，笑头笑面，甲阮相招问。查某囝甲我讲：“阿母，伊就是欣甜。”我的心颤一下，是安怎天公伯啊遐敖创治人，怨妒遮尔水的乌灵玉？毋过伊笑眯眯啊，甲我笑解伊的假骹，讲：“阿姨，真水吼！这是我家己种的图样，甲色水。反腐加拿大的设计团队先印立体图样，才定做出来的。三两句话，就甲伊乐痛严硬的个性展现出来。旧年查某囝去学校报道，
爱先入去实验室，歇热校校也未抽宿舍，潮声通勤，逐工往来要活3点钟久。听候抽煞，才来决定是毋是爱细厝。心甜真大心，招阮查某囝甲伊做伙住，讲伊的宿舍会使有一个伴做伙住，就安尼才有即个缘分，甲伊住做伙。我嘛才知影即个有志气的囡仔。但即个独立的囡仔，即马飞去德国做交换学生，嘛申请到荷兰的学校，要来续接伊的精彩人生。咱伫遮深深祝福伊，一切顺遂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